那有人看到诶，就大来咧。为什么要买书卡？是要做过的物件。啊，这敢有书卡？这个应该是。这样呢？哦，这个有一个，那这把就这来啊。啊，过来这长的红豆，红豆，长的甲圆的差几多？长的是甜的啊，圆的是咸的。你们比赛？爸爸甲阿嬷做足侪年啊，我想要，互我的后一代。哦，你想要继续甲传落去，互你的子孙嘛会当做这个茶粿。对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啊。